你先拿迄朵花啦。遐当时假使彼安夹，遐条钱真经拄起来，哎，可唔是一年，连你嘛要买唔起。3点人诶，人数咧面红上。你将来带到你下啦，当然哦，就填尾暗让出门，佮填尾讲让将来，你下隔壁联下后，就讲到不得不起的话。讲嘛个不打不起咧。我记得哦，马莎落乡啊，马莎来厝下伫过学费，还无条无抢，会当马莎。无骗你啊，恁家小姐较水啊。是真的啊！真的啊！好，来，啊，大家一杯，多。3年合久啦，10块钞票。啊，这么好！哎，坐咧。啊，买啦，这小大杯啦。没啦。对啊，等下恁落去，暗中知影人啊。好，我坐就好啊。恁怎嘛甲你拼？你看那个 Kimi， 出书记太快呢。本店是名一定嘅台啊，万年底哦，阮叫成去咱拿茶几冲线的。爱莫脏啊！哎，唐公叫存可能老拿老公向下左边，我听说做在楼梯问到嘛嘅。 10块钞票。多谢头家啦。米刷姨，whisky 够开了。哎呦，PC 关 whisky 哦。把一杯。你看呐，讲我娃娃是吧？多人哦。哎，我听要贵我啊。安古，你啊，迄种天衣关杀客。恁啦。好啦，我很记得家啉着迄出戏咩？佳佳。哎，姐夫，刚刚在找你啊，你来陪我啊？ 你都叫了这么多小姐，够找我要创啥？哎呀，姐夫，我姐介意你，你来陪我，暑假弄买。难呢？会使嘛？好啊，安尼台湾话你听有哈？听有啊。好，若是你听有我讲啥，我就坐落来。 若是你听无，迄几条就算我的。好，没问题。来，你要露齿沟，偏贵唔使水哦。这不是台湾话吧？哈发你唔会台湾话。
要不去研究了？就给咱爱生的啊！哦，我看有些该咱们，你莫去啊，给钱多。哪有啊？我较想要听人讲诶，我讲伫菲律宾宿舍个人会强壮的汉呢。先练先练。我老公按做黄明金，武盾，会唱吗？俺用讲，俺用袂地呢。韩哥，俺就伫铺出地波全球国日本名。跟弟，伢老公日本名的吗？唔对，应该在同乡啊，原都三本名，其中有一张名，咱俺无叫用单笔啊，迄无讲过几摆法啦。不过伢用一讲哦，迄有一些个想哦。家己没风凉啊！你会当正经个啊？今日安部啊，伫菲律宾嘅西岛当杯啊，半夜嘅时间，美国人啊，电流上来，听电机关枪嘅紧迫啊，吊架嘅，全部嘅人用火柴互打了。今日安部，一半以上嘅人，冇消息咧。你包括介做三本名。哎呦，我就讲我无确定嘛。我那种我老公根本就没个找人啊。不过，伊都也做忙转，没可能，佢啲飞机单飞啦，啊？我俩还留伫菲律宾嘛？有样嘛？骗做嘛呢？有一种可能啊。不过，叶上堂干部应该改变。我无买神的，没底啊！所以嘛，前面下啦。结讲，好啦好啦，那是唐讲啊，战争结束了后啊，有青岛的铺水啊，全就侵到。下一步呀，有一只铺水不因侵到咯，结果啊，你妈，佢就全就唔伫战争打退了，还一直空伫山都风啊，我想啊，老公一定没安样，啊？什么我命啊？雨峰啊，我看你也不是出生不爱宁国，什么原因让你来这里的呢？来这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同你聊聊呗。那来家之前做虾米呢？
做虾米？不就找饭吃咯？像我们这种人啊，只要有一口饭吃，都好。来，喝一杯。郭先生啊，我们要休息了哦。啊，休息了。哦，你喝掉，我回家。喝掉。我明天再来。再弄啊，袋子要留给我啊。哦。啊。郭先生，谢谢你哦。晚安了哈。走了。嗯。晚安，晚安。差不多了呀，好转呢。好。采访啊，你去哪里呀？大龙洞。哦，上路，我上面。不用了啦，我走路很近，不用20分钟就到了。开车1下子就到了。上来吧，我要抱歉了你，是吧？来。上来吧。那就麻烦你了。不会。同你讲，以前在上海的时候啊，我几乎天天去舞厅，我就复习听 jazz。有种乐器叫萨克斯风，晓得吧？你没听过啊？不晓得。那才是现在顶风俗的音乐。我听你们台湾的音乐啊，色方面啊太重了。跟不上时代啊！我家不是住这里啊。我跟你酒喝得多了，到我家泡个澡。泡个澡？澡？喝杯澡。不用了啦。我听你讲啊，连句子都还没听过。我家有几百张的照片呀，我要我放给你听听看啊。真的不用，我想先回家了。我家就住这里，说8个钟点就送你回家，好吧？
来，喝杯茶吧。这音乐不错吧？感觉很多人在弹这个音乐。是吧？啊，piano， 大乐队 swing， 复习吧。很热闹。是吧？我就复习热闹。来，请你跳个舞。我不会跳。我告诉你，数输。数。来，跟着音乐游吧，很简单的。你放轻松啊！来，跟着我。我真的不会跳。没什么不会。裁缝，你脚水，你知道我意思很负心的。你不要这样，我要飞起了，裁缝，我要走了。不可以！我把你迷到山洼地道，每天去那泡酒馆，也都是为了你。你不要这样。我是想同你结婚的，不要去求我。你家父呢，虽然是把美国人杀掉，但说到头，还是把沙邦帝国主义害的呀。那我呢，我就是来解救像你这样把日本人掳领的台湾同胞啊。你在看什么呀？哦。联邦贸易商就是我家的产业啊，银行、开矿、地产、粮食，样样都包了。同你讲啊，在华山还有一间仓库，囤了几万石稻米啊。同我结婚的话，这一辈子啊都去不过啊。祝兴生你的，嫁到这尔好。就是讲咩，我看吼，你后摆连食饭拢有人哄抬啦。是啊，那有这样好啦。有啦。要吞时间，什么鸟照顾？哎呦，好啦，去加补充哦。问上你啦。甲郭启明讲的个件对面的仓库，你有去过吗？我老弟结婚无一站夜，根本无机会去。抢伫迄啲华山嘅搭诶。
係捱照幹嘅姊妹嘅發現呢，佢哋笨蛋係唔敢攞捱講。唔好誤會，係什麼不差，係唱係東京，你推一個什麼嘢吃都唔得。你也係記天5人朋友嘅。天5人，咁用東京出嚟演咧？冇一隻超過300年。唔清楚佢係前面嘅什麼嘢，冇聽錯，佢第一邊係較多。孫三嘅牽花機，本期第一個見面，可能係啲嘅偏見。好了，你就装清楚了，一定是你又偷偷跑回去干马英，才会把姓名传染给我。我没有，我后来就没有再回去酒馆了。哎呀，天晓得哦。就算在酒馆，我也是只陪酒不卖身的。除了你和我前夫，我没有跟过其他男人。你讲秀啊是吧？你没跟过其他男人啊？乖才相信呢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快吃一吃，把收入给回来。4万？这从啥？把你家聘金3万，对吧？那不就3万吗？你别坑我！这个月单币跌了多少？哪有这样算的？我在看你哈，我光这么水，举这么水。有吗？你给我发个过去啊？原來咁老幾大公司呢？我說唔但搶嘅3萬，本佢拖轉去，佢金錢無限改中多嘅1萬，你本佢拿去嘅。啱啱你神法，我用格殺。佢有錢有勢，係用掉嘅樣嘅。叫陳志明愛老人強下水，你即刻看咯。無按過嘅偏好誒，做得穿就假咁穿。
坐下来啊。好。按夹落进来啊。上呢？你爱播个，你上来无？有呢。真嘅咯，拢算我的，有够无？Thank you，真不少啊。你爱播个对付出改变就是一批tobacco。我无一万要去下钱的吼。有赚到啦，不过你还是咧用的那国企名片啊。雪峰啊，哎呀，天得来啦。唔知原來嗰隻國母嘅國企名係冇共用嘅，係真經中意嘅。爱弟，不过我冇办法，我听我一个男人。我知道冇見上電條牌咩，可以就好嘅，跟你這樣安裝嘅。我嘅運作冇上電條牌，我就想要用做埋咯。當我先辭職也不用，各位為莫去想，係你冇？冇啦，那沒點意思啦。我係乜嘅意思？唔見你講我痛冇？先係嘅陣日本阿爸。慈禧爱情妇，也在中国阿爸有慈禧啊，事实就会安尼啊，哪会让人迷上？
好啦，你讲的冇错啦。吊起来，那个国起面的，阿爸迄个不会赌的，我听说大不允死。做什么？我家在前面。快进去，去。发生什么个事情？你在这干啥呢？来，你来，你来，你待在这里，别乱跑，看着他。你是干啥的？给说来的还能做些些。不然把他带回局里，看他能够做啥的。哎，我出去！唔好企多幾片，好危險呢。留下雨砸死我的，你將盤倉會打到嘅，對波樣看起來，仲係我真正採訪嘅，要他再點死我嘅。佢哋啱啱嘅路紅照，往下去又企起來，企起來又往下去。我祈求從嘅上天嘅
对面吹来的寒夜冷风，真夹骨。不过，伊唔知道。伊哪会教学生来唱这条歌？我嘛是头一摆听到。伊敢知影这条歌代表的意思？应该唔知吧？去年人民岛报写一篇高雄警察甲地主挂钩欺负店人，后来互人告的代志，你有印象吗？当然嘛有啊！迄个时阵我拄转来台湾，代志搁拄好发生伫阮隔壁庄。迄篇报道就是罗西去高雄调查特别写的。罗西去，来，甲你介绍一下，咱本港长期哦，拢伫咧北平，去年才转来台湾，即马哦是中华日报的记者，甲你同款，拢是客人。唔好，今日本港就做得咧。本港，哪行哪讲啊？好。下底因伫建中教书，不煞特别拜托教宗来小姐。还有拄讲记下篇小说，尤其迄安球长发表的嗰篇《动物呀》。故事是在东厂。我今仔日哦，要教学生唱这条歌，学生一直想到迄个可怜的彩虹，感觉伊的命运，就亲像咱台湾人这几年同款。讲好这一年外，咱个社会已经变成安尼啊！我阁会记得，较早你看老师的小说的时阵，总是会怨叹，哪会有安尼黑暗的世界？但不过到即马，才突然间发现。咱早就已经活伫咧同款的世界。毋知啊，毋知耶稣音乐地播的剧，你听下懂的意思是共产党？也毋对啊。行迄毋着迄。发生什么事情啊？我刚刚在天马茶坊那儿看到一个卖私烟的妇人被几个茶几员打伤，现在大家都追着那几个茶几员打嘞。又没当年发生那种事情啊！干，这家苏小鬼啊！来，要来去看卖，干什么事啊？说，高弟啊，我未解想看卖，大家继续。好啊，大家看恁这个马冲崩哈。我想再回去看一看。好，来苏少来采访。文斌，来去。走。等一下，钟姐，现在外面还是要打外死人，你还是不要去了。我脱了这中山装，不就和大家一样吗？这顾金兄能替我保管吗？你还是整个人让我保管了。林进去啊！我得和他们一块儿。口音，你还是卖去啊，好不好？好，卖去。
从本年，伊个封人家因为卖食盐，伫天马茶坊跳钱，本专卖叫伊茶食盐茶刀，封人家开下来拜托，点到本茶食盐用葱的大刀4分，6个茶食盐本东庆的群众大，有茶食盐伫慌乱之中快冲，害到一个伫运落冲面头前的市民本冲至大刀。3后来，群众包围警察总局，还有宪兵吹，要求交出凶手。有一次，在这里多待几天好了。一天一天过，你搁要过年啊？唔是元旦无啦。这是啊。你敢先帮伊玩？你要帮伊玩，甲时间拨出去啦！我伫公司面话，政府要提前要甲你开呢。是啊，啥？你要开始我是让你不良心啊，无去啊！把时间拨出去啊！我转头来，你知啦？你瞎耍的哦，听无的哦。我听讲，听无？拜托诶。哦，对，我实在报应完无唔对。歹势，我台湾人啊。啊，连你是我演的。嘿，我平时你演的哦。对。啊，是我伊什么代志啊？伊两个遐个人拍死呢？是啊。好啦，你一句我一句，我真听拢无啦。一个做代表就好无？一个讲。哦，高宇，我做代表，我来讲咯。好。各位台湾省同胞，今日是中华民国36年2月28号。第一站去大稻埕，为个专卖局个查缉员拍伤一个未婚的妇人，而且佫伫下骨力躯开枪拍死啦，引起这民众的不满。这民众去包围宪兵队，希望伊甲凶手交出来，想袂到竟然叫宪兵队的人拒绝。今日状况，阁有进一步发展。全台北市罢工罢市，而且行政警察署队个成员，想袂到，这军人竟然开枪拍遐民众，造成政治死伤。台湾讲好了，无价一直起，有些人。都要你去吞，无钱啊，连饭都无拿食。这部分继续贪污，继续收钱，咱台过来愈艰苦。即摆台湾广播电台一直去互这民众占领，我要呼吁台湾同胞，大家一定要站起，一定要团结，而且贪污是小部分。姐哦，太清爽呢，娘娘的无？也没事，不过也还弄不会动乱。天公爷现在声音也转台中了，敢有喏？
也下声音也无听到，讲要快处理 BMV， 抢数先过迄天数，要不迄天数，这里公告，老三后对策。我阁写反对政府的文章诶，好无？唔是说啦，要将伊留几条天数，面对老家嘅问题。我死了。这般迷也似的音乐，叫我如何不想他？水面落花慢慢流，水的鱼儿慢慢游。燕子，你说些什么话？叫我如何不想他？枯树在冷风里摇，野火在暮色中烧。西天还有些儿残霞，叫我如何不想他？放开我自己来！是老人家，我讲台湾已经无救啊！